一個樽，一封信，竟然掀起咗一場人性嘅掙扎。究竟係偶然，定係有人刻意嘅佈局？正義與邪惡嘅糾纏，最後會鹿死誰手？兩個人嘅命運，最終又會有咩走向呢？科街原創廣播劇《瓶中醉》第8集。喂，Ronald，有結果啦！你話隻手掌嘅 DNA 比對屬於邊個？梁有成，7年前西貢畫家碎屍案嘅死者，你肯定？指甲有皮屑 ，DNA 同當年兇手張志堅唔吻合。Ronald， 你聽住，我知你而家好疑惑，但呢單案只有一個兇手，就係張志堅。呢隻手掌上面嘅證據未必係真，可以係偽造嘅。我而家命令你將呢個報告列為最高級別嘅機密。冇錯，我喺度秘密查緊一單極之重要嘅案。呢隻手掌係關鍵嘅證物，唔可以俾任何人知道。所有嘢等我下一步指示。梁有成失蹤7年嘅左手手掌，點解會喺孤獨的罪犯手上？又點解會交俾我？瓶中人，我哋嘅相遇一定唔係偶然，佢係故意接近我。睇嚟佢唔單止知道我嘅身份，佢仲知道我嘅過去。等我睇下佢封信講咩先。人啊，往往都係喺自以為成功嘅嗰一刻，反而係最唔小心嘅。第2個座廁嘅水箱蓋，其實仲藏住咗另一件禮物。快啲去拎返佢，否則你會非常非常後悔。第2份禮物，我竟然冇檢查清楚，佢喺度笑我，佢喺度笑我大意，佢當我係一個蠢材咁玩，佢係故意設計我，一步一步引我入佢陷阱當中，等我仲咁可笑，以為自己睇穿一切。睇嚟呢幾年我過得太順利，鬆懈咗。第2份禮物，好，你想我順住你嘅計劃走，我就將計就計，睇下你第2招準備咗啲咩。會係咩呢？等等。我究竟發生咩事啊？我竟然俾個低賤嘅罪犯嚇怕！我係咩人啊？我係林哲啊，警隊有史以嚟最年輕嘅警司，我係唔會俾任何事情嚇到嘅。一把刀，一把染滿血跡嘅水果刀。7年前梁有成兇案嘅現場，呢把刀唔通係？
佢知道，佢一定知道。可惡！佢係想害我，定係想要挾我？你到底係邊個？接近我係為咗咩目的？你同7年前梁有為單案有咩關係？點解消失咗7年嘅手掌會喺你度？你俾隻手掌我，係想指出我當年冤枉錯人，拉錯兇手？你究竟為咗啲咩？嗰把染血嘅刀又係咩意思？你所有嘅佈局都只係證明咗一件事：你對我嘅過去了如指掌。你唔係一個隨機嘅罪犯，你嘅目標由一開始就係我。你話你係我陽光底下嘅陰影。好，我會承認每一個人都會有陰影，但一個真正嘅強者唔會俾陰影吞噬，而係會親手將佢消滅。多謝你送呢2件禮物俾我，但你要知道，你已經引起我嘅注意。跟住落嚟，我會好好認真咁同你玩。你要小心，呢場遊戲輸咗可能會冇命。我諗你同我都唔會俾呢個遊戲咁快完嘅。等我。Wono，幫我揾出所有西貢畫家碎屍案嘅死者梁有成同兇手張志堅嘅資料，佢哋身邊所有認識嘅人，全部同我整份 list 出嚟，一個都唔可以放過。4Guys原創廣播劇《瓶中罪》第8集已經播放完畢，多謝收聽。Cyrus 飾演孤獨的罪犯 ，Will 飾演正義的使者，編劇係 Cyrus， 製作係 Cyrus。瓶中罪會喺每個禮拜二晚8點鐘準時上線。想睇孤獨的罪犯同正義嘅使者正面對決，就記住每個禮拜二準時收睇啦。我哋係4Guys，如果中意我哋嘅創作，唔好猶豫，即刻用你嘅小手手俾個 like 我哋啦！記得撳埋個鐘仔同 subscribe 埋我哋嘅 channel 啦，我哋會不定時出更多嘅新作品噶。最後提提你，如果你都中意聽廣東話廣播劇嘅，可以 comment 留啲意見俾我哋噶，仲可以 share 埋俾你身邊嘅朋友仔添。